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到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比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到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来到到迪卡屯足球的频道，大家午安，真的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午后。然后我果然又忘记关回放了呢，真不愧是我朱蒂卡。大家午安，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跟 BGM 的 balance 还可以吗？我们的这个非常悠闲的下午，
我其实刚刚已经一度快要睡着了。大家午安，我们这个非常悠闲的下午迎来了就是这个冬天非常好睡，有一些疲劳爆发的朱蒂卡呢。对，原本今天真的是想割砸一下，就割又砸。对，但是我发现今天真的虽然说有点天气回暖了，但是可能又因为不是这么冷，所以又变得更加舒服了吧。好想睡觉哦，我觉得不行，我今天还是聊天好了。我今天就是回归我的初衷，对，我那个割砸的歌我先把它拿掉。大家午安午安，而且我发现聊天室很像有一些新朋友的出现。我们这位煞无名先生，我有看到您给我的留言哦，谢谢你，谢谢你。不管是被演算法推来，还是说就是之前经理讲的我们 75C 的影片，把您送过来我们的频道变成我们的专属面线的，都非常非常的感谢。然后刚刚还有看到这位新朋友，看一下这位是这个新魔令游戏主是吗？好的，欢迎你，无极缥缈已拉塞。然后还有看到一位，我看一下，我应该没看错好，有流血先生之前有来过，因为我之前不小心跟他讲成流血，你流血了。谢谢你们哦，猪猪最近会渐渐的努力的回归开台，短时数的也好，可能一次大概1-2个小时的也好，尽可能就是开着台，然后陪陪大家啦。对，因为可能我们的3D showcase 结束之后，迎来的又是我快点要把高阶回馈还给你们大家。我们的老干妈昨天全数出货了，我好快乐。我跟你讲，配方真的比我想象中还好吃，你们怕辣的真的不用担心了。我觉得再怎么激烈，我还是有办法可能端出大家还是有办法下咽的那个味蕾呢。而且这里真的要非常感谢我的烘焙小老师，我们的烘焙顾问，我敬爱的雨薇啊。对，雨薇，要没有你的建议的话，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每个月给我出的那些烘焙难题到底我应该如何是好。我的烘焙顾问，我们的雨薇小姐真的是太重要了。谢谢。然后倒是因为前几天比较冷感冒了，这2天都在那种发烧边缘呢。我天哪，恰恰保重身体。这2天真的很回暖，早上依然很难起床。对，塔瓦，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对冬天的我很有信心，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条不怕冷的猪。对，但是今年的冬天真的我觉得应该刚好又忙到一个阶段吧，超级疲劳爆发，怎样都想睡觉。老干妈有听过吗？煞无名先生，这个老干妈其实也是被我们家的观众就是介绍了才知道说这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辣椒油吗？该怎么说？它真的又香又脆。对，只是因为我很少吃辣，所以就是有为了要迎合他们非常特别的味蕾，所以我老干妈已经连续购入了大概3-4次了吧，因为每次用都是大量的，你知道。飞雪要打招呼了，好像回去吃兽人永不为奴了吗？好，飞雪，好，请慢慢的兽人永不。大佬们加油吗？不好，听说那个这个月您不是已经推了 Kia 吗？听说您给大家的这个菜单，那个什么青花椒芋泥塔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你觉得你有办法幸免吗？还是说我刚才有私讯尊爵不凡的您，就是我们这个月刚好生日，我们要不要加个香菜啊？反正要死大家一起死，你的青花椒都已经点出来了，还要加在芋泥塔里面，那不如我们也把香菜加进去，你觉得如何啊？いかがでしょう？不合，既然你这么狠，而且这个月的军师是玲玲学长，你知道吗？我说无所不在的玲玲学长，你知道，我想说薄荷它其实是非常温和、非常温柔系的面线，那他这个月当家寄出的这个菜单，我想应该也是会非常非常无害。我认为他应该是会寄出很无害的菜单，殊不知下一秒他跟我讲说，我刚问了学长，不然就是那个青花椒芋泥塔好了。我当下真的是心里想说，我真的是太天真了。这无所不在的玲玲学长呢，充当你各位的军师呢，真的不杀的就是血流成河，不放过你各位呢。这叶先生一拉下，真的老干妈饼干出来之后，让你觉得真的吗？
小妮妮是想尝看看是不是？我们小妮妮这次完全也没在跟你狗细沙的，我就问她说：“请问敬爱的小妮妮，你这个月当家你想吃什么？”她马上菜单就出来了，老干妈芋泥。我就好，没有问题，老干妈芋泥蛋糕，蛋糕是吗？好 ，OK， 对。然后我原本想说完蛋了，这个配方我其实真的是伤脑筋，不知道该怎么样让它变好吃。好好吃，我们做出来了，真的是不辣的辣味咸蛋糕，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你们这2天有收到干精品尝，就知道我所说的那个很神奇的味蕾，但又不难吃的味蕾。我们的福利熊41个月是你们眼睛越这样重，它才不止41个月，而且它非常的喜欢送福利哦，是吧？福利小福利。我这次没有点歌，我这是自己唱，我真的非常有诚意齁，没办法，好险没办法加高阶会员吗？老师啊，我只能说你小心了，你此话一出齁，我只能说你自己好自为之。我最近爱上了妖精与兽，好像每天都能用好，这也是我只能说非常的浪漫啊，好不好？好，就是我们子妍姐姐跟我们雪哥每天都非常晒恩爱。我想老师想吃吗？你看我们他哇，你看我们的年资第一专情他哇。老师你越说不想，他们越想送礼，你知道吗？你自己小心回应了好不好？我们感谢飞雪加入27个月，主宰专有，我精明干练，我才没有睡，可以帮你。你看我们家大佬蠢蠢欲动了，我们家大佬真的最喜欢送福送暖送福气送爱心，对，他想成为你各位的福利熊福利大佬好不好？请注意了，你各位，我们家的面线暖男们个个非常的成熟，经过了非常多年的社会历练，而且也非常喜欢敦亲睦邻。他们敦亲睦邻的程度真的会让你非常印象深刻，所以你们真的要小心服用。珍藏版等一下，薄荷你好过分哦！我跟你们讲，这个薄荷他这个月寿星，他只差4个月就要吃蛋糕了。他竟然跟学长一起寄出了很过分的什么青花椒芋泥塔，然后现在要加好要加香菜也 OK 了，是不是？然后他跟我讲说，好，猪猪这个是尬词版的，那记得就是配上那个正常版的，我要正常版的，谢谢。超过分。这是高阶回馈，请收好。对，这是您各位的高阶回馈，请收好，好吗？然后我看一下，然后等我追一下聊天室。然后雅晨怎么了吗？雅晨辛苦了，我知道雅晨一定是也是忙到那个没有空填表单，所以我已经帮您自行出货我们的压模饼干了。我们这个月的压模饼干，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是财神爷的哦，因为我想说要过年了，所以就特别就是选用财神爷的压模，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很可爱哦。没事，大家都辛苦了，没有填单的不止你，还有大概有5位吧。但是那5位我都大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配送方式，或者他们想大概都会选什么样的一个回馈。对啊，我只能说加高阶会员加到我成为你们肚子里面的蛔虫，真的也不容易呢。我都完全知道你们不填单我一样有办法出货，你看看你们。所以没事，你们就尽其所能的忙，我也尽其所能的回馈我每个月想回馈于你们的相爱相杀料理，好不好？老师好像离什么红会吗？他玩红会是什么？我心老师已经对他今天应该就会收到老干妈了。吴昕老师没有错，吴昕老师是直接吃1整年的，是原来没有错，无名先生。猜いらっしゃい，我福利熊算上去。如果福利熊的那一些福利全部收回来算自己年资的话，当然福利熊目前应该是第一了，没有错。对，但是他这个年资是送出去的状况下，我还要在我的小本本就是写下其他人的福利熊赠送年资，例如诺诺加多少，吴昕加多少啊，那个发雪加多少啊，那个谁彩加多少，你知道吧？我的小本本很重要，哪一天不见就完蛋了。吴昕是猪猪的好姐妹，只是个打工仔，不一样吗？吴昕老师，你越是强调，你就越有可能收到，你自己小心。好险没钱加高阶吗？没事的，我们量力而为，生活为准，好不好？要是哪一天，雷公
红雷公怕的还是单丢，突然想要加就来加。好奇口感跟口味吗？我觉得非常的好吃，只能说真的非常的好吃。然后等我一下，他总不要乱说不是第一吗？我觉得啪啪熊，你把你所有的年资回收，你就是第一了，真的完全不用怀疑了。其实真的就是了，好不好？然后什么真的终于说我机敏概念好吗？不是他吧？啊，大姐要睡觉觉，我刚好看到您的那个里程碑，谢谢专情的大姐。然后晚班辛苦了，好不好？大家快过年了，嘿，李六贺哈，李长好。为什么图乐乐不如众？对我们这边真的非常喜欢敦亲睦邻，好不好？对，学长就说想考。不愧是你，而且你知道吗？学长他1月就要毕业咯，他1月的这一份，如果他自己不想吃，他迫害于别人之后，他就要潇洒毕业咯。我跟你讲，你们这群人真的是超狠的啦，就自己不吃，然后疯狂蹲亲睦邻，你知道吗？对，我们学长的年资，我有跟他大概算了一下，也是到1月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只能说他真的挥挥衣袖，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哎，就是在毕业之前，哇靠，整个杀鸡儆猴的菜单哎，把人给痛苦的是外快乐的嘿啦，8月1号先生，突然觉得辣的芋泥好像可以吗？我一开始也觉得12月的老干妈蛋糕卷到底要怎么做，但是我做出来吃完之后发现。哦，好吃，可以，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个1月份的那个青花椒芋泥塔好像也没问题了，所以我刚干脆私讯薄荷说，薄荷，反正都完成这样的，你要不要赶紧加香菜？反正你们杀红眼的不是吗？反正现在台湾就是很像没有香菜不能活一样，什么东西都要加香菜，那不如我们也加个香菜吧。对，嘎子版配方这边哦，对吧？自己选正常版本，是不是他哇？超坏的，过年的那个。是特别多，大家不是干嘛？天哪！没事的，雅晨，这2天收到饼干，好好为自己补血一下，然后也谢谢你们每个月专情的，就是支持猪猪用健康的精油，不管是加高阶、加会员还是赞助都好，对，谢谢你们支撑的这个频道，然后让我每个月都可以继续怎么样？继续就是跟大家相爱相杀，然后。创意发想很多高阶回馈，很多很奇怪的配方，然后到最后还真的做得出来。还好我是安全的在旁边看他们吃吗？暂时安全啦，没事。菜菜也12个月猪仔专员，但是鸡毛棚，鸡毛干练，猪蹄卡喝酒，猪越来，我秘密越来越精明概念了，不是吗？对，精明概念。我觉得我的3D showcase还蛮精明概念的好。然后，米也44个月住在专员，差4个月，哇，天哪，真的耶！哇，大家谢谢你们努力的黏在猪猪频道。小本本，请你烧掉，谢谢吗？我怎么可能烧掉小本本？我超爱那个小本本的，这样好会手的东西。然后分享是件好事吗？对他们就是特爱蹲亲睦邻。然后夜夜已拉塞，开个投票好了。是的，啪啪熊总裁，您吩咐我照办。我靠，没有问题。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这里投票，我们是要用半年起跳吗？还是1年起跳？等一下，怎么问？好，亲爱的福利熊，我们应该要几个月起跳？浅潮好的，没有问题。我以为您的单位是年起算的，我天哪！啪啪熊已经不是武琛老师，大家要感谢你，就是非常照顾猪猪，然后就是怎么讲？虽然说自称 I 人，但是很喜欢在 DC 跟大家讲干话。然后还有就是，反正专辑的制作林林总总，这个是大佬们想要就是年度回馈于我们武琛老师，然后工作上面也辛苦了。对，那总之呢，大佬的爱你给我收下来哈。武琛老师，大家觉得要给武琛老师吃多久？这样好不好？大家觉得要给武琛老师吃多久的高阶送暖回馈？好，我们这个叫高阶送暖回馈好吗？然后，等一下，
等一下，我应该是用另外一个，应该是这个投票才对，发起意见调查吧？对，思想外向，他吧，你要负一半责任。1个月前长好，然后3个月哦，一辈子是什么？开关顺顺椅拉下来，晴天椅拉下来。等一下哦，6个月。第4个选项是什么？第4个选项你们自己说，我不敢，这样就不是你考了，大家都有份5000。武谦老师你好自为之。对，武谦老师，反正你已经放弃了跟朱蒂卡同盟军了，你选择了面线同盟军 ，OK？ 那他们的品味、他们的性癖，你应该是很了解的，对不对 ？OK， 接受吧，一辈子是不是？一辈子就有点狠。好啦，我看一下，那我们就136半年，然后12个月，好不好？就这样子，一辈子太狠了，一辈子我真的觉得，就是武谦老师可能那个明天就退出群组，不，等一下就退出群组。好，我们现在即刻在1月15号下午2点23分开启意见调查表。投吧，相爱相杀吧。你们没有不好，你们非常的好。对，我知道你们好到不行。你们的同盟军自从背弃了朱蒂卡之后，只能说各狼者呀，各狼搭啦。武谦老师，面线都相爱相杀，是啊。8月1号先生，你也吃瓜习惯了吗？问就是一辈子，但是我觉得一辈子，我只能说压力或许颇大。不管是武谦老师还是您各位总裁们，不如我们用年度来计算，我们就只看。好，我们这2026年，武谦老师是否可以活过去，好吗？就喜欢那边头根本不要送互相跑，而且他哇，其实在频道感觉已经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 NPC， 好可爱。就等投票，觉得武谦老师对，就武谦老师已退出群组，来听杂谈是不是啊？我们今天不是尾牙，而且尾牙我们还在投票中啊。目前29跟30还是很像是同样的票数，对。但是我觉得以大家的轻松度而言，会不会是30号？大家可能心境上会比较轻松，毕竟是礼拜五，对啊。所以说，如果啦29、30还是处于一直都是同票的状况的话，我可能会安排在30，也就是礼拜五。我在想，但是没关系，目前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相格继续投票，看说28、29、30这3天，其中一天就是我们的株式会社年度尾牙，而且再跟你们说，目前我们的老干妈蛋糕已经完成出货之后，朱蒂卡马不停蹄。即将为您各位安排非常非常心狠手辣的李林学长为军师的那个明明猫薄荷当家，但却变成李林学长隐性当家的青花椒香菜芋泥塔的问卷，也会在这2天为您各位尊爵不凡的私讯奉上哈，私讯奉上，记得就是我们可以填写一下的这个状况。来，1年1度的株式会社尾牙。我们的送暖一样会送暖在我们这一次，我们这次那个叫什么尾牙的什么？等一下，我现在中文有点烂，对，尾牙的最后那个叫什么啊？最后抽的那个啊，让大家相爱相杀的那个叫什么？最後の最後、それは何だっけ？忘れちゃったよ。那个专有名词是什么啦？总之呢，我会在这次的那个1月份的表单再次询问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是否可以赋予就是朱蒂卡我们的高阶会员相爱相杀回馈，也让我们就是祭出抽奖的这个资格。对，我们最后尾牙的尾声一定要来玩一下的，没有错。对，抽奖后面是什么？我们最后面的那个叫什么？大家很期待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专有名词我突然忘记了。总之会在这2天1月份心狠手辣的那个隐性红尘军师的这个菜单，顺便再询问大家是不是可以寄出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然后抽奖相爱相杀。对，没有错啊，对，加码没有错。然后好了，老师帮你按1个月哦，我们塔瓦果然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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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温和呢。对，如果是尾牙的话，怎么可能没有一辈子？人生百年而尔，宇宙相比如同粉尘，一辈子可以吗？的确，我们不少的轮回几世，现在才有办法这边跟大家一起说干话哈。我们要尊重缘分，我们要珍惜缘分，珍惜现在可以说干话的时候。牛妈依旧是牛妈，很会讲干话，难怪我们春姐姐非常非常非常的，对，我只能说，对，不愧是牛妈，对。然后身为同盟军，然后超有个水灵宝贝，你出来补这一句话超好笑。没有3一你觉得难过？それがもしわけなくて31号主题卡休假日，对，见红就凶，此用户已不在群中。大姐，那老师的意思是我有时候就把他投累加上就是桃花，我就想说你怎么可能1个月放过他？原来你想累加上去是不是？对，我们这个什么冬季雪中送炭也会常常出现在本频道的那个尾牙活动啦。我们敦亲睦邻雪中送炭，我们这个雪中送炭的转盘今年度不晓得是如何玩哈。我想老师是大家总到这样，我就说要小心那个看起来最和谐、最无害的那个他娃哈。我请老师以下线，请在 B 站的也不要留言。这样嘛，对啊，拒绝参加，我知道每个都是拒绝的，那次才没有一次不拒绝的。但是至于大佬是不是要把你的名字送上去，这个我只能说，我无法控制啊。对，破坏转盘吗？最后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呢。那个是彩去年是彩跟废墟的破坏转盘，真的有够好笑的，你知道吗？母鸡斗，和丁伊拉赛，然后彩加码转盘。今年是否要这么过分的这样子玩？我们有待商量，没有关系啦。对，所以加码转盘今年就有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可以就是看事办事。我们朱蒂卡株式会社最喜欢看事办事了。对，我们就统整今年度就是可能最容易被破坏的那个，然后再放上去这样。胡说八道伊拉塞，这废墟才专属破坏转盘。只有24个人会快投，欢迎大家投票哦！欢迎大家投票，都有12个月。你们是怎么了？你们这个就跟那个女装只有0次跟无限次一样嘞，是怎么了？1个月潜藏跟12个月，感觉已经是0次跟无限次在竞争哎。等一下，而且12个月1年份远远高出其他选项。我觉得5000老师现在应该去拔杯了，对，他现在应该只是就是想说去跟神明忏悔一下，他最近到底是做了什么坏事情？为什么大家居然暖冬要送暖是12个月？暖冬送暖，我们真的是不是做好事做善心不嫌晚，好不好？1个月不够，12个月，好不好？我们满满的把5000老师塞满，满到他2027年。永远不会忘记面线的滋味啊！2027年也忘不了了，因为被塞得满满的整整12个月，你知道吗？对，彩你去年很安静，是这么说啦，雪哥。但是呢，基本上呢，小女子就是只是一届，就是清洁工，对，就是4年下来依旧是个清洁工校长兼撞钟对，那这个基本上如果大佬有吩咐就是要把您的名字放上去，我就只能照办了，您也知道不是吗？好像聊天室跟我很高兴，我又没有得罪你各位对吧？谢谢雅晨，我们这个5000老师待会这句话应该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对，送暖送到心坎里，谢谢5000老师，你看你人缘极好。好不好？你这个好人缘呢，有机会延续到我们2027年了啦。我们这丙午年刚开始，我们下一个岁次呢，是不是？我们直接送暖到让你到下一个岁次。我真说你这个好人缘体现在本频道，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欣慰？我真的是倍感欣慰。写信的心，写信的心，谢谢，一起送暖送幸福，大不了当公平这暖就要诚意跟暖意满满呢，大姐塞满满的，让它变成面线的形状。胡说八道先生，早在他选择了跟面线成为友军以后，他早就变成了面线的形状了。既然我们都不是同盟军了，你也了解面线的性癖了，接受吧。看了一下标题，咋的呀？老师，我今天没有标题假期。老师，我跟你说，大佬们真的杀红眼了。那今天吴昕老师被杀了12个月，他们不够，
嘿，他们刚刚已经在攀谈是否要用投票决定要杀我们5000老师几个月。我们目前很像是12个月高票胜出，高票胜。5000老师，我只能说，对，节哀。2016明夜，我们车手虽然说平常都很忙，但是一旦出现，我们3位车手目前难得在这个年终，好不好？尾牙时刻难得都有出现在本频道，我们3位车手齐聚一堂，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好，我只能说这比中热透还难，好不好？对，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会拿去分享。大宝老师，如果5000老师哪一天他觉得疲惫了，直接去把高阶会员回馈塞去你家，我相信5000老师会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5000老师吃我家的回馈都吃得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送进心坎里，简称走心，对不对？不是啦，长官，今年不是5倍，大概是12倍。我们感谢我们最专情，同时也是最神秘的汤包哥，40个月以世足总裁，感谢我们汤包哥，依旧是本频道最神秘的那一个，我依旧握不到他的个资的那位中部汤包哥，好不好？也是他提醒我海线很多监视器，要办事，请走3线啊！真是太了解了，谢谢汤包哥，在哪里？雅晨，你太了解了。那些本有机会分享给猪猪看，好不好？去年你很乖，你都跟子妍恩爱，没人迫害猪猪，应该是友军。我每个都把你们当友军啊，每个都是我的友军啊。但是在关键时刻，为什么每个人都离我而去，去找你们老公的老公？我好欣慰，谢谢。神灵宝贝35个月住在专员，谢谢2025年的照顾，今年也请多指教吼。你退我了，像专情于我老婆，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的，好不好？我们的春姐姐真的非常的棒，我们两位老师，我们的丢逼阿公，好不好？我们最听孙的丢逼阿公，好不好？真的是去年一整年，真的也是把肝脏都烧光光的丢逼阿公，非常值得我们高阶会员回馈送暖。如果哪天5000老师撑不住了，如果他就1个月也撑不住了，那可能就之后要麻烦5000老师扛着了。嘿，就连这个都要扛，你知道吗？就连这个都要扛，到底是谁梦跟班的待遇？你等一下，你说龟缸吗？这样子对老婆开支，现在我老婆的腿可以是，我了解。但是我说了，大佬想怎么玩，我们1月30号或者是29号我才知道啊。开这个专情不冲突啊，的确不冲突啊，没有错。胡说八道先生，感谢加入35个月主宰专员啊！又乱买东西吗？这是真的干了吗？你的荷包没有关系。你是发完年终才乱买东西，还是说发年终之前乱买东西？这个有差，好不好？如果说你目前干了，但是年终还没有发，你还有机会补血了，好不好？这样子塞东西去给5000，好的，没有错。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丢比阿公刚好生日那个月，就是那个我们阿月饼寄出了那个香菜皮蛋生乳卷嘛，那个有够好吃，我也就是直接寄一条给大宝老师庆生，他帮我拿去给金曲歌王吃，他帮我拿去给金曲歌王吕世轩吃，而且他还有帮我拍世轩吃到的那个影片哦。我只能说，就是大家爱香菜的都跟我说香菜味不够重，朱蒂卡家暴。真的，他们吃下去连那个生的香菜直接就是我放上去的生香菜直接就是吸进去嘴巴里面说，这个香菜味不够重，我觉得可以再重一点，然后再大吃一口，你知道看多爽，你知道吧？帮5000老师复仇吗？加码2倍老师，谢谢。我只能说，各位音乐界的或者是命理界的老师们，我们家的面线们，他们真的很暖，他们经过了社会鞭打，对他们各个只能说，他们的送暖方式呢，不能说霸道，我只能说就是偏向于成熟，好不好？我们成熟的男人可能说话就是比较吹波烫心瓜，他只是想说谢谢2025年的照顾，以及我们这张专辑真的很出色，我想好好用朱迪卡亲手料理的这个回馈，好好让你们暖暖你们的胃，对。然后以表我们的感谢，白话文是这样子啦，白话文但是翻成他们的语言就是我叫你吃这样子，好不好？我叫你吃，对，不愧是汤包哥。然后老婆会吃醋吗？
好啦，子妍姐姐好久没来玩了，她最近还好吗？有机会让她来聊天室聊一下齁。然后大家不要乱花钱，留着自己花。我跟你说，他们就是可能最近发年终了，没得花，你知道？你叫他们不要乱花钱，他们很痛苦啊，知道没？老爸要陪我玩什么 cosplay 吗？医生、老师、典狱长吗？哦，是，我知道。好，然后春姐姐最近还好吗？有空就要来聊天室跟猪猪聊聊天，好不好？你在乱买东西的吗？像那么负债又上升了吗？真的假的？你之前我记得你不是存款好像有到不知道50万还是哪里，然后之后好像买了房子还是车子，然后贷款好像也是50万，然后好，我可能没记这么多。总之呢，预祝各位都有满满的年终，好不好？多多补血。世轩法师他期待更多香菜，对我那时候看到。同道中人是不是？感谢世轩，也感谢老师帮猪猪拍那支影片，我自己默默收藏，我还不好意思分享我在想说应该是不方便分享吧，还是可以分享我就分享出去。我想说我看的是很开心，这我不好意思分享。我还会邀请 cosplay， 我知道，我都知道，香葛大家就知道，香菜生乳卷有点想吃。我跟你讲，他妈超好吃，真的很好吃。只能说香菜那个加热味道就没了吗？所以等一下。大姐有加热吗？生日是几月几号啊？薄荷1月24啦。我跟你讲了，这个薄荷真的是超过分，你知道吗？他开了这个什么，跟那个学长在那边学长说要那个什么啦，青花椒，然后什么芋泥塔啦然后就是开了这个菜单跟我讲说猪猪这个是尬词版的请给我正常版的啾咪啾咪，手比爱心，你知道吗？我心里想说，你这个寿星。跟学长一起丢出了这个菜单，然后就可以挥挥衣袖吗？学长也是1月份可能迫害完大家之后就挥挥衣袖，真的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了。爸爸兄弟评评理呀，怎么可以这样？台湾的关爱就说请你吃就叫你吃就对了，对他们不会跟你狗戏杀，没有错。米燕一世主刚下啦，丢3件。对我们家的熟男人狠话不多，因为真的没什么时间跟你讲太多啦，因为他们真的是1秒钟几十万上下。对，有些大老板，然后主管，然后有一些其实可能又是家里有一些家事的有老婆小孩之类的，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我们就是攀谈太久，马上就是钱丢下来我叫你吃这样就对了我只是叫你吃就这样。感谢大家让我有猪猪看，感谢大家让我有猪猪看，这样好吗？2026年了，台湾继续香菜年。说到这个水莲宝贝，我其实就很好奇，它这个台湾这个香菜风潮到底会延烧到什么时候？因为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开始玩香菜梗，大概也莫约2年前的那个时候，然后之后渐渐的，台湾越来越多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什么香菜自创料理，然后也渐渐推陈出新。对，那我就很好奇到大概会延烧到什么时候，但是我觉得啦，因为台湾人对于食文化的执着，大概今年还有得玩。对，2027应该还是暂时有得玩，因为香菜在台湾好取得，然后说真的又可以获得一些流量的话，我觉得应该2027会继续延展开更多创意香菜料理，但是2028我觉得就不一定了。所以我找一下开快先生，你可以好好听我讲话吗？开快先生，你可以好好听我讲话吗？靠公我今年年终没有打折恭喜耶，恭喜亚成，真是祝福大家都可以领到满满的年终奖金，好不好？你们都好棒，刚想，然后你像我去一下聊天室来去开会吗？好 OK， 雪哥先去然后不是要想什么？什么要想什么？就薄荷就是狠狠的丢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菜单，对，然后还啾咪的跟我讲说这个是大家的我要那个我要正常版的这实在是太坏了，知道吗？对，但是寿星最大，对，小女子照办，好不好？陈姐姐，拉下陈姐姐，年末还好吗？工作应该很忙吧？陈姐姐，我跟你讲，那个牛妈常过来讲干话，但是她的口头禅就是我很爱我老婆的，就这样。谢谢春姐姐过来，祝你2026年快快乐乐，好不好？然后我先处理，可以玩到高，玩点资讯。薄
薄荷，你自己好自为之，薄荷，你操吧你薄荷，我就看他们这个蛋糕要怎么玩你。我跟你们讲，我现在连咸蛋糕、连辣蛋糕都做出来了，我就不相信你不会背完。没时间说了，快吃就对了，没有错，明夜。要是有道德、有重量，我应该再重个20公斤。好，雅晨，辛苦你了。对，我只能说最近真的是油物量真的是破表，而且我今天才去那个邮局换了我的金融卡，因为它到期了。对，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邮局的金融卡可以在国外提领他们那边的货币耶，我真的是觉得我实在太边缘了，我不晓得原来邮局的金融卡，例如我要去日本，我可以在当地提领他们的日币，好酷哦。可是不晓得他的那个手续费怎么算。皮蛋吗？皮蛋我们玩过了，无名先生真的好吃，我们的皮蛋香菜生乳卷哦。太棒了！我到现在都觉得说有机会我还想再做一次自己吃。一堆特别的食物出来了，没有错。而且朱总有大家看吗？谢谢胡说八道，常常来胡说八道，谢谢。爬懂薄荷啊，你自己都寄出了这么狠的菜单，然后自己想要吃正常版的，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吗？薄荷，2027年应该是可以啦。对啦，我觉得会继续延烧啦，水灵宝贝，对不对？然后神玉，你是不是有去吃猪猪的那个？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下大家的 hashtag， 因为我有一阵子没看到大家 hashtag 了。对，谢谢你们，谢谢。然后有去吃我们的勇者套餐的你各位，你们真的很棒！我真的没想到这一波的勇者套餐可以就是引来这么多人愿意过去光顾。我们的勇者套餐，香菜粉圆、不虽小拿铁以及花生的什么菜与你相遇圣代，我们真的是再次感谢我们林阿草，我们的阿草先生，林阿草先生非常厌恶香菜，看到香菜就嘚嘚，看到香菜就皱眉，看到香菜马上生气，但是他却一秒马上帮我们想到了这2种非常非常，我只能说嘲讽味满满的名字吗？而且他一开始是说虽小拿铁哦，他一开始是取名为虽小拿铁哦。我说你怎么可以说他虽小？他一点都不虽小，所以我就把那个不加进去，然后他还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就是那个不尊重原创这样，就很好笑。谢谢你们，我等下再看大家 hashtag， 我先追一下聊天室。等一下哦。对，牛妈很爱我老婆的，是的，对，不然我就回家睡客厅吗？哎呦，春姐姐，你还让她睡客厅哦？有些是直接睡公园呢。春姐姐，天气这么冷，你让她睡客厅真的很暖心，好不好？要开通才可以，是不是？好，好，总之如果之后有需要用到的话，我再可能跟邮局开通一下。邮局是 Visa， 我邮局是 Visa， 我好像没什么注意。那猪农先生いらっしゃい，12个月的猪农先生欢迎你。我看到猪农先生就想到之前他把他们家的小员工放在嘎叽底下照相给我看，好可爱。他都说他们家的猪猪是小员工啦，好可爱。员工称他家的猪猪为员工，超可爱。猪农先生2026年。也要一起赚大钱哦！新年快乐！这一系列下来，改天出现那么港式黯然销魂蛋糕都不意外，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觉得港式归港式，我觉得接下来2026年这一年也是会依旧往台式的方面跟大家一起相爱相杀，也可以帮频道留下很多原创料理的记录。我真的觉得这太棒了！我可以开这个高阶会员回馈，跟你们继续相爱相杀，我真的觉得他妈超幸福。我每天看你们这边血流成河，我真的好快乐，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快乐。好久没看到猪这样杂谈了，对，不好意思，我2025年真的是太忙了，对，所以我今天也觉得我有好多事想跟你们聊，像这样子就是彼此讲干话的这个时间太珍贵了。然后我现在讲的满身大汗，薄荷他哇，你看看他，薄荷你看不是他哇，你看看他怎么可以这样？他哇，是去了2次，而且我跟你讲，武谦老师去了2次都遇到妹补武谦老师去2次都遇到妹补，这真是太酷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啊？而且因为武谦老师跟妹补桑都是 I 人，你知道当下武谦老师形容那个画面多好笑吗？就是两边都各自点了我的餐点，那可能就是第一就是可能被其他 B 朋友介绍过去，第二可能就是猪猪这边的面线嘛。对，那武谦老师已经果断的断定他就是妹补桑了，对。然后他跟我形容说，他跟妹夫桑就是两边都已经上了餐点之后，两边对到眼哦，对到眼了。通常一人会怎样？你也来吃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吃啊，这个很迷幻，怎样，对不对？没有，他们两个就互相点一个头，什么话都没有讲，吃自己的。
哇靠，哀人的极致。香菜好啊，汤包哥，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选择没去草空间。什么？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你才更应该要去草空间补充这个热量的，不是吗？雅晨，CCK 老师，感谢2025年的照顾。我们 CCK 老师是由我们妈祖引荐过来的，应该是啦 ，maybe 啦，或许可能啦，应该是啦。感谢 CCK 老师，那希望。我们依旧延续我们这个妈祖的缘分，2026年也请多指教了 CCK 老师，好不好？狠一点，肯定会有。天啊，不给他背，这真的比较狠哟，蛮狠的，春姐姐。可是我觉得你舍不得，对不对？单身的有香菜哦，但是真的喜欢香菜。谢谢小雨，谢谢。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那个圣代超级成功的，然后不衰小拿铁，我觉得很有宣传效益，因为这个不衰小拿铁它不是难喝，它是很迷幻，你们一定要去尝看看。它就是故意做甜度不高，要迎合我们的圣代，这样子配起来真的是绝配，真的好不好？谢谢已经过去尝鲜的友整们，好不好？说到我牌里的说还在我上哦，真的假的？所以在车上没有褪色吗？你真的保存很好谢谢雅晨。香菜就是 NC 嘛，所以杨在那。等一下，不行，一点都不虽小，怎么可以说它虽小呢？它很大，它一点都不小，用血换来的哦，对，血汗员工这样子吗？柳树深深已拉塞，对，妹夫真的是很害羞的一位爸爸所以他上次直接把他们家的小宝贝小朋友抓去那个录音室，然后录音，其实我那时候听得很开心，因为就不晓得大家的体验如何，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把你们家人一起带过去，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对了啦。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促进家庭和谐吗？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点头已经很努力你很努力了。在这个吴清老师这么努力的状况下，我们这个投票目前12个月依旧是遥遥领先。好，我们就一路投到3点，我们来结案。我们3点就让我们5000老师定生死，好不好？3点让5000老师定生死，谢谢大家。猪农先生的员工说血汗，没有人该有意见。对，真的是血汗员工I 人伊人，对啊，我们在讨论这个伊人对到也好友，对，好友邀请，没有错。我跟你讲，不用好友邀请，我们连邀请都不邀请，直接那个就是手机借我一下。好，我帮你加我了，谢谢。完全不用邀请，直接把人家手机拿过来。对，这是我这种等一下，对，就这个，是不是？我们伊人就是完全也不需要什么好友邀请，就直接把对方那个手机拿过来点一点。这是我加了这样，对，这样点到因为是极限，延续缘分。谢谢 CCK 老师，也祝福 CCK 老师今年度顺利，好不好？好，身体健康，发大财，好不好？春姐姐说放心啦，这样子能爱你们什么没机会睡到客厅吗？我觉得真的是绝对没有机会的吧。每天这么恩爱的状况下，很难想象牛妈睡客厅对不对？春姐姐，牛妈你在哭什么啦？幽灵先生伊拉塞，以及我们的阿崔 secret 啦，我看到阿崔以及妹夫，然后就想到小妮妮，然后这3位呢，你们的 CD player 我们目前努力监修中，我们会跟实体专辑一起送到你们的手上。但是呢，好消息是我们所有的 DOB 募资专案商品，在我们的血汗合作员工伊藤先生的手上已经圆满的全部都包装完成了。谢谢我们的血汗伊藤先生的服务，他真的做事非常的仔细。对，然后我只能说真的是很棒的缘分聚集在猪猪身边啦。然后真的就是不管是音乐性质的，有大宝老师替猪猪把关，然后当时也是觉得很迷惘，我的这些可能募资品要怎么弄啊，然后有的没的什么的，对，然后身边都很多愿意帮忙猪猪的大家，然后万万没想到就是这次的募资还跟伊藤先生认亲了。我跟你讲，那学生时代的缘分可以延续到就是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其实真的会觉得说缘分真的很奇妙。然后真的不要做坏事，真的任何的缘分真的都会成为可能未来在你想要努力的这条路上面的助力或者是主力哦。好，真的不要做坏事，我们要持续善的循环，好不好？对，然后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就
大部分的募资品我们感谢创立伊藤先生的协助，都包装的非常完善，然后已经差不多要为各位出货了。对，那但是里面募资品里面有部分会有非常长的挂轴的部分，如果邮局不收，那伊藤先生他会转邮，可能其他货运替我们就是代为就是物流就对了，这样子好不好？对，总之1月份会安详的送到你各位手中。除了我们目前还在赶工的神官帽，以及监修中的 CD Player， 以及我们即将在今年4、5月要发行的超级下趴实体专辑，我跟你讲，我们的专辑真的会让大家很惊喜，实体真的很下趴，真的，好不好？就是呢，我们真的在整整半年忙了很多事情呢，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些东西在半年完成呢。大宝老师，哇靠，大宝老师你是 IE 人。大宝老师你是 IE 人，我有发现大宝老师 I 的部分，可是他该 E 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变得非常的 E， 对，他是选择性 I 人以及选择性 E 人，这样可 I 可 E。59分会离开，这是我最内疚的。我想老师你不准离开，你要接受事实，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2026年了，活在当下不好吗？5000老师 ，OK。这位是浩浩老师伊拉塞，请多指教。2026年也请多指教了吼。下辈子被他包走了吗？可以啦，不止下辈子，你们下辈子也会这么恩爱，好不好？牛妈，伊藤先生是大家的操，真的啦，就是大家真的都只能说就把给很扛呢，大家真的都超扛的。我像是不看结果，我觉得或许他留下来看结果，会觉得伤心。会觉得难过，也或许他担心自己太兴奋，但我觉得5000老师会留下来。5000老师已经是，等一下，59分你可以拔杯被冲下，请问好，59分你去拔杯了，对，但是这个投票数一定，你是要请三清板板保佑你，就是可以就是峰回路转一下，更改一下我们的投票结果是这样子吗？如果需要有人就会去做。的确啦，可是我觉得有需要不见得会有好的缘分来做有些人可能愿意来做，可是做的哩哩啦啦，然后越帮越忙，对，所以我才觉得说很谢谢这次募资所牵引到的缘分，还有从第2届金币奖牵引过来的缘分，这样子。你很累个，老师 IE 真的很累个，没有错，我真的是非常不喜欢使用 IE， 但是老师的确是货真价实的 IE 人，没错，可 I 可 E。那美好的过去怎么渐行渐远了？不，美好的过去不会渐行渐远，我们活在当下，我们2026年会更加的美好。雅晨，请相信我，好吗？记得去领你们的那个老干妈还有饼干呐，说干话说干话归说干话，你们的老干妈饼干不是老干妈蛋糕以及鸭膜饼干在路上啦，有些搞不好已经到货了齁。然后跟猪分享尾牙没抽到好东西，但有真的吗？有听到任神奇抽，真的假的？你们公司居然帮你们请到任神奇，怎么这么好 ？IS 先生出现，安安你好，欢迎来到猪猪很难得会出现的杂谈台。很难得啦，我不要提诈欺的，这是猪肉胖，感觉到很健康。不是，我有机会在2027年有胖，有啦，我现在可能爸爸说我 no 胖，可是我有机会在2027年有胖，好不好？我的胖次有在 V Stage 演唱会的那个棉花娃娃。那个也会在我们的那个今年的尾牙抽奖变成其中一个非常珍贵的奖项，那是猪猪唯一的胖子，看会被谁抽走。我有保留一只很可爱的，单价要1800，真的很贵，可是我还是有把它保留下来要抽奖。不晓得哪一位有缘分的面线可以把它带回去穿胖次，要好好穿胖次哦。真的有图可以截吗？你要截你的投票结果吗？你只剩4分钟，当然可以截啊。然后那是不需要的，那只是想露吗？没有，不是，我一直很想要一件胖次，我一直都很想要的，真的。那个饼干应该没有老干妈成分吧？没有，那个饼干是和平的成分，非常之和平，只有奶油，
砂糖跟低级面粉，和平到不能再和平了。对，和平到不能再和平了，而且还是财神爷的造型，我等下给你们分享。不想在厕所睡觉啊？不会，那个是非常非常单纯、非常和平的配方。什么有碰？我精明干练。然后4点的也是 LF 老师吗？嘿嘿，怎么会离得怎么可能离得开 LF 爸爸呢？但是我们有给大家惊喜，对，我们这次有比较崭新的合作方式，那之后也静待公布。但是我觉得我那件衣服应该会有胖吧，大宝老师，我那件衣服我怎么想它 no 胖很危险。我那件衣服不可以 no 胖啊，不行，我觉得之后要公开的时候，我要委托一件正式的胖子让大家看。对， no 胖是一种坚持。薄荷，你这个寿星也过来讲干话了是吗？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自己在讲什么？我是你不会怕，有在运动，你在说什么？我一直看到什么胖，我在想，我以为你们都在讲胖次，要去收买什么啦？不要乱收买爸爸，你们不可以乱收买爸爸，爸爸很疼女儿的。然后10.0，我有机会到10.0的话，你们都还在吗？重点是你们还在吗？我觉得观众有时候毕业的比我们还快。重点是老娘如果有机会做到10.0，你们在不在？要来插斗10.0，你们还在吗？是不是？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有办法做到10.0，很神奇，你知道吗？什么猪猪怪怪的，还不是你们爱说我什么 no 胖？我看到那个胖我都会觉得好敏感，我像是高敏猪。记得3.0出片的时候还说近期内不会再出新衣装，一次出你是说3.0的时候出2套吗？你是说3.0的时候就是那个吗？还是说那个长官说的是我们3D 神官帽很大的那个神官帽造型是指那个吗？还是说3.0有窄裙版的跟蓬裙版的，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无名先生还在，灵魂肉体不一定真的会在吗？你们这群大弟弟有没有听我的天蓬元帅之歌？给大弟弟之歌，你们都有听吗？然后每一版本我是不晓得有没有办法经营这么久啦。不过如果顺利经营下去的话，我们今年如果真的有机会走到那个坦坦的话啦，我觉得会更加的顺利哦。然后可能频道的路可以越走越宽广，希望啦，好不好？就是那个坦坦真的很希望可以走一下，那太关键的坦坦了。这个也是我们爆肝也要在2025年把专辑做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对，就是想看看那个坦坦有没有机会走一下。10.0要 N 年后了吗？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先把2026年过好，这样子。对，精神还在，肉体不一定。都归西了是吗？什么这次猪真好玩？我明明超精明概念，我到底哪里好玩？LF 爸爸 no 胖肯定是大家可以回家。等一下，所以我们回家的钥匙是胖次吗？回家开门认证是 no 胖是这样吗？ no 胖的女儿才能回家，才能开启家里大门是这样吗？有没有这么奇怪的家庭呢？三哥你来看看他们很奇怪。三哥你是骄傲的弟弟，然后3点了，你是骄傲。我们迎上了2026年1月15号下午3点，我们结束意见调查。好，目前意见调查，我们觉得吴谦老师要吃多久的高阶送暖回馈？好，第1名12个月送你几条鸡卵糕啦！吴谦老师恭喜了，今天是鸡卵糕，今天是鸡卵糕呢。心想事成，没错，希望大家都心想事成，没错。我们5000老师，你也心想事成了1整个年份的高阶会员回馈，你把投票关掉当没事，可是你关掉了，关不掉我这里啊，好不好？我这边已经发表我们结果公布了，好不好？沈月也拉赛3.0高帅，等一下，然后现在有了丢 V 的衣装了。真的吗？真的吗？
我那时候有说这个是不是？其实讲到这个啊，就是我们丢比阿公啊，武清老师他真的很可爱。他其实真的很像爷爷，你知道吗？他是比我还紧张，就是说，例如我 3.0 已经出了有好一阵子了，然后他也会担心说啊，就是之后新一装没有层出不穷的话，观众会不会看腻啊，干嘛的？所以他反而很多细节都是比我还紧张就跟阿公一样，就会叮咛说啊，你那个新一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弄啊？那个时间点我们抓一下哦，这个怎样怎样，我帮你联络一下，不然啊，真的是丢比阿公你刚才这样听孙啊，听干呢。他就是真的很像爷爷，很可爱哦，就在后面帮你操盘就直接逮接，这样就够追，好可爱。我们大宝真的超可爱的，所以我们大宝老师值得大家的送暖。如果武清老师 hold 不住了，这12个月由我们大宝老师扛着，嘿，最后还是得扛，嘿，还得是我们大宝老师继续扛。你说呢？这样问你们啊，对不对？然后这是共业，武清老师不能只制裁你。等一下，武清老师怎么可能会制裁福利熊？通常不是福利熊送暖制裁别人吗？也就等一下，也就是说，武清老师投票了12个月送暖了，这是连带牵扯，我们的大宝老师也得扛，是这样子吗？怎么我们这次专辑制作团队一个一个都被扛起来了？怎么回事？可以拿去给你的大老板看会不会去什么东西？说大老板是指娘娘吗？我觉得娘娘会吃得蛮开心的等一下，我说真的，我这些猎奇料理大宝老师每次都很有兴趣哦，真的，他是认真的都敢吃哦。对，而且大宝老师你肠胃还好吗？我说的肠胃还好，并不是吃了我的高阶回馈出事，而是大宝老师很像昨天吃了他们家冰箱冰的就是太久的 XO 酱，然后很像就食物中毒。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就是昨天疯狂被肠胃清理的大宝老师。对，所以吃猪猪的高阶回馈，基本上不用担心肠胃问题。好，每个月都精挑细选，我们非常高成本的原物料，非常新鲜的原物料。对，就希望你们可以吃得健康，吃得新鲜。啊，你们就不要给我囤，就跟你讲说吃得健康，吃得新鲜。每个月我们那个原物料多贵？寄过去让你们吃得开心，吃得新鲜，结果没得给我囤，就囤什么？囤3年开箱哦，猪猪这个3年之后还是没有拉肚子，你的用料真的很新鲜。我作何感想？我到底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尖叫声？我到底臣妾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我的天哪啊！好，我们汤包哥要去忙了。杨贝老师，对，他2025年扛了一整年，然后2026年又要来扛。我觉得我是武清老师的大老板吗？3000板板啊，3000道主啊，不是吗？不是3000道主吗？难道我又念错了吗？说到这个啊，武清老师，如果我某一个月的那个料理真的是太猎奇了，3000板板那边如果不适合拜。就拜托不要拜，拜托，我担心我会被处罚。子妍姐姐いらっしゃい，姐姐最近好吧？你最近的精灵造型真的好香哦，姐姐，我只是想跟你讲新年快乐，然后2026年要继续恩愛哦，而且我想跟子妍姐姐讲，你的金发真的超美的，对，没事，我只是想说子妍姐姐最近都没来，对，然后好好的管教你们那个嘴最坏的雪哥，知道没有？谢谢子妍姐姐，新年快乐！怎么爆料也差点到？凌晨3点钟，大宝老师吐到凌晨3点钟，连上去治疗大宝老师不用担心吗？好，我们武清老师治疗是真的蛮有料的我觉得。对，武清老师他本身是一个很有料的老师，对，不过我是觉得大家真的都很棒。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需求的话，真的可以询问武清老师。对啊，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有就是一个该怎么讲，委托的压力在嘛。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需要的话，您再去询问就好。对啊，如果真的不需要的话，其实真的也不用有压力，因为其实我们团队大家其实真的人都会很 nice 的，对，所以大家就量力而为啊。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人生的什么瓶颈要去询问，那不问的话，你这个可能走不过去了什么之类的，就欢迎询问。对啊，如果说就是平常就大家打打闹闹的之类的，不要有压力，好不好 ？OK 的就说新鲜
的原物料，大家可以大姐你应该不会囤啦，对不对？你应该是不会囤的那个。然后点播一首，好，谢谢，我们的囤积就对由此而生了。我只能说，过了刚有家加健康，这首歌因你们而生啊，因你们而生，知道吗？放3年没坏，防腐剂真香。我跟你讲，我完全没有加防腐剂，我真的不晓得那个梅子囤积煮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囤积的？但是听说梅子家的冰箱是非常好的那种，零下-50度吗？我也不知道，可以囤1个世纪的那种吗？我也不知道。我把你的帽子偷拿来照相，好好看吗？哎，真的吗？猪猪的帽子吗？等一下，猪猪的哪一顶帽子？神官帽吗？子妍姐姐，神官帽啊！子妍姐姐，你说那个跟你一样又大又晃的那个神官帽吗？啊，你都会上去的。等一下，你是说我的猎奇料理达3清板板吃到生气怎么办？今年度的囤积，我觉得好，我觉得我的心脏有被养大颗一点了。我觉得下次如果我的猪儿子他们在开囤积料理就是吃播的话，我应该可以心平气和的，不会发出任何的尖叫声了，应该是不会再发出任何属于猪猪的哀嚎声了。我2026年我要长大了，朱蒂卡，看着他们吃囤积料理，你也不可以尖叫了，你是个成熟的猪了，知道吗？你在尖叫，你就不是猪啊！我应该是不会再尖叫了。共业是吗？觉得囤积都快能出歌了吗？我们的囤积真的有出一首歌啦，大姐，如果有听猪猪的第2 V 专辑的话，第7首就是我们的囤积哦，很可爱的，有一些原住民风格的很轻快的曲调，欢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就粘在雪雪身上，那他顾着上班做模型都不理你吗？怎么可以顾着做模型丢下这么香的子妍姐姐，先把那模型捏烂然后雪哥就崩溃然后子妍姐姐这可能不能调皮，你就在他身上多磨蹭就好，磨蹭到他受不了，好不好？是不是啊？我们飞雪出现了绝对0度冰箱，是手机容量快让老婆美照塞爆了吗？一定要的啊，是不是？一定要的。然后觉得你说的太早了吗？我觉得我是一只成熟的猪了，我觉得我不会再因为看到他们吃囤积的吃播而尖叫了，不可以尖叫了，要成长了，朱蒂卡。2026年1次可以知道的，不是我这边没有囤积料理，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家大佬有没有囤积啦。你还在忍住吗？等买实体吗？好，大姐，我们的实体是预计4、5月会出，对，应该是不会再延后，应该是不会啦。对，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在猪猪生日期前后，我们这个实体专辑出来，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惊喜，真的啊！我们团队的肝以及募资金额，所有被烧干的资金，要让你们好好看看。我们真的不止肝烧光了，我们连资金都烧光了。谢谢，欢迎赞助本频道有健康的金流，谢谢。被烧干的资金体现在我们的专辑以及3D showcase 后。哦，你完了，你被什么学长制裁吗？等一下，不是，我只是，哎呦，子妍姐姐不会这么皮的啦，不会，学长也不需要制裁我，学长应该不是，学长制裁不了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1月份制裁完某个可能好大小姐，或者是某位彩彩，或者是雪哥之后，他就要挥挥衣袖，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了，他制裁不了我的啦，真的。我会把他模型捏燃，他会离婚吗？要尊重他的爱好，我也是很坚持要尊重另外一半的爱好，所以我一个很好的方法就在他做模型的时候，我在他旁边磨蹭到他受不了，好 OK 就赢了。做模型还有那种最近一直在看什么磊杰吗？磊杰哦，我知道，好像很香，是不是？他哎呦，陈姐姐，他一定是最爱你的啦，不用担心，真的。神官帽研究有难。哦，真的假的？子妍姐姐有兴趣吗？我们真的有委托一顶正式的神官帽要给我们小妮妮总裁哦。我们的倪总就是39万大佬小妮妮，对，就是谢谢你们大家成就了我们这一次的
募资专案，然后目前最高价的39万里面有内涵，那个又大又晃的 3D 神官帽，目前在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手做神官帽职人老师手中，目前就是我都会固定追踪一些进度，然后再回报给我们的小妮妮总裁，然后神官帽的成品一旦出来了，我一定也会大肆宣传，我觉得一定很美，好期待哦。我的模型没有啦，我只在跟子妍姐姐聊天讲干话，怎么可能捏烂？而且学长制裁不了我了，他1月份之后就要毕业了。对，我跟你讲，就磨蹭就好了，这是最软性的抗议。对，然后让他受不了，你就赢了，就这样子。哦，连巨人的角色，谢谢蛇莲宝贝。然后很爱我老婆的就是他公司。春姐姐，我真的不晓得她到底喜欢磊杰还是你了，好不好？你看，春姐姐生气了，这个你们家务事可能要小心。牛妈，快过年了，那个公园可能最近睡的人有点多，你自己小心。牛妈，谢谢你们。现在时间来到了3点12分，我们的投票结果也已经注定了，我们的5000老师12个月以及几条给冷哥啦。好，那至于我们2倍 double AKA 第2B 阿公是否要跟着扛，我是觉得老师应该会扛得蛮开心的，因为他爸是真的蛮爱吃猎奇料理的，只是没有食物上的资产，不能说不要，我不要再 P 图了，不要，好可怕，不要，不是，我们都快过年了，让大家过个好年嘛，对，我让大家过个好年不好吗？嫂子他的手练我钢弹还在你手上，帮你处罚他，真的好 ，OK， 牛妈，你小心了，牛妈，今天睡客厅，然后春姐姐你不要给他背哦，知道吗？你把它煮起来，他没得煮。等一下，就是想要煮的那个过程也不给他这样子吗？我觉得这个处罚有点好笑好啦，快点，我好久没有看大家的 hashtag 了，我来把大家的 hashtag 扫一下，然后也谢谢大家在这个非常悠闲的下午过来陪猪猪聊天。对，我们真的好久没有这样子非常悠闲的这样子的一个聊天的时刻了。2025年都在忙我们的大计划、大规划。说真的，就是忙这些非常非常庞大的计划，真的，哇靠，压力山大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个怎么挺过去的。然后不知不觉我们都结束了，甚至已经把我们的回馈品要出货啦，3D showcase 也完成啦。然后，天哪，现在就连什么新衣装也在路上了，哇！现在都觉得到底是自己怎么扛过去的，还好有最扛的丢逼阿公啊，真的哇，没有最扛只有更扛。这个天气不给贝贝真的是好残忍，没有错，绝对没有问题。我有洗手入门吗？等一下，堂口都不修那个很过分会崩溃，太凶狠了，是堂口不修那个超崩溃的。我很爱我老婆的牛妈，只是我生日也快到。哪有，我的生日5月30号没有这么快啦，而且在那之前我的专辑应该是会先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实体很沙发的专辑啦，还不用这么急的制裁我啦。哎呦，那个最皮的那个什么浪薄荷啊，只剩下4个月，生日又快到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制裁又有先后顺序的嘛，是不是？去找你什么？春姐姐，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就故意让他睡客厅，还把他的贝贝抽走之后，全身穿得很性感，在他身上磨蹭到他受不了之后，你马上回房间锁门。这个超过分的吧？最高级的惩戒，你知道吗？对，扛还要再更扛他吧。哦，周杰伦很帅啦，对，很帅，没有错，周杰伦帅，谢谢你过来，去跟我老婆，真的假的？我有机会看到手做神怪帽吗？那个很难研究吧？但其实我觉得飞雪应该有机会研究出来，对，我觉得啦，对，依经验来看，飞雪应该研究得出来。是说，坤是坤吗？我们欢迎我们最
美丽的困困，伊拉塞，欧伊朗骚，我们最美丽的艺伎风格，我们的困困来了。困困有看到猪猪吗 ？Hello， 大家讲大家好，我是你的迪卡囤足机，迄个上大的台湾 VTuber 囤足机咯。这个囤足机咧，即马伫咧草空间，有联名的点心哦。这个点心是蚵仔甲花生、土豆啊，对，想袂起来，土豆要怎讲？是蚵仔甲土豆糖甲盐水，餐做伙的这个冰淇淋咯。恁若是无食过，一定爱去食一个咯。最后3天一定爱食起来咯。啊，这个香菜团圆无水小拿铁的，真正有够无水小，好不好？你喝了之后，保证你2026年马到成功，马上有钱，好不好？马上来财，好不好？谁说水小的，一点都不水小哦，请尽情要把这个套组点起来，你们就可以尝到既台派又迷幻的组合的这个味道，好不好？谢谢大家，剩最后3天，谢谢大家，没有问题的，好不好？然后等一下，我最下聊天室，你是在对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用这种方式折磨另一半。如果惹我生气的话，我就用这个方式弄死对方，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比吵架还要过分，你知道吗？但是讲是这样讲了，反正现在就是个单身猪，对，没得折磨。2026年继续单身下去的朱蒂卡，对，也没得折磨，你知道吗？但这一招送给我们的姐姐妹妹们，春姐姐、子妍姐姐。好用哦，真的超好用的，欢迎降落，咱们约一下来看到，不要，我不要再拼图了，但是我答应你们，2026年你们送我的那个拼图一定会完成，对，一定啦，真的啦，我答应你们的，欢迎降落，对，当初的麦克风也完成了，不是吗？马克先生，你出现了，马克先生。恭喜来到我们2026年第一场杂谈，会不会我们2026年就只有这一场杂谈呢？也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呢。至少朱蒂卡还是会开杂谈台的啦，是不是？什么啦？我什么 LE？ 那你难的哦！我只是觉得这招超好用，好吗？就是比起就是责骂对方，就是让对方就是那个真的是对。很过分，我觉得这比吵架还过分。妹夫上一拉萨，我们在说，就是你跟5000老师的相遇真的超有缘分。对，就是你知道可以在草空间碰到5000老师的几率多低吗？2次都被你碰到了，因为5000老师基本上不出门的，你知道吗？而且5000老师离台北市区很远，非常远。下次一定，好，下次一定，好不好？下次一定。別に偉いことじゃなくて、それが経験だけだよ。我姉ちゃんの経験だよ。屡试不爽，你知道吗？想惩戒对方这一招真的很好用，好不好？而且为什么他哇，你的 LE 需要被审核？他哇，被审核的是怎么回事呢？好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 hashtag 啦，然后也谢谢坤坤的加入，谢谢坤坤带领他们的伙伴加入到猪猪频道哈。shorts 要采用你画的结构啊，对，3D 的部分，不晓得有没有让大家很惊喜，就是我们的3D showcase 的麦克风啊，真的就是参考当初臭老师跟学哥做的那个，我看一下，大部分那个结构都是相同的，只是香菜装饰的那个怎么讲，形状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呢，该有的都有啦，该有的都有了，非常漂亮。我看一下我截的那个香菜麦克风，你们等我一下，上次应该有给大家看。这是哪位的？对，我是看去哪位的啊？好，先放这个啊，等一下，我记得我上次应该有放上来这个吗？这个。但是高铁忘记拿东西，我拿回来了啦，水果我拿回来了啊，底下有这个结构相似，但是这个角度好像看不太出来。对哦，这个角度比较明显的是那个大宝，以及我们的侯老师帮猪猪画的我们去年募资专案的这个主视觉图75哦，天哪，好怀念哦。
好，我们这个香菜麦克风，欢迎大家都去看一下猪猪的 3D showcase， 就可以一览无遗了，做得非常的漂亮哈，今天就碎耶。然后啊，金洋洋，我们这边好多什么黑洋洋、金洋洋，好多洋洋哦。你好，快生日了，朱姐，看真好，我左边人拍照，左边的看人拍照好厉害吗？什么？左边的看人拍照？你是说哪里呢？左边看人拍照？等一下，大宝是，等一下，大宝是，请问是龙哥还是华安在压你的键盘呢？请问是那一只龙哥还是那一只华安？这怎么看？应该就是龙哥跟华安。华安呐、华安也想跟大家聊天，好可爱。大宝是家有2只猫猫，一只叫龙哥，一只叫华安。华安，いらっしゃい。没有，不是。哦，金羊羊跟黑羊是同一只羊，是不是？请问你钓的是金羊还是黑羊？不是，我钓的是好像金羊、黑羊，还有什么？不对，我钓的是银羊。好冷哦！等一下，看到有人去喝吗？啊，金羊羊原来是黑羊羊染毛了。我跟你讲，这次去喝的人不少对，是华安，是那位华安，没错。趁你下楼拿快递了。我们华安也想跟猪猪聊天呐。我们上次有见到华安，他是一只很害羞的 I 猫，对，反而龙哥是 E 人猫，然后华安他是 I 人猫，很可爱，不是普通的羊哦，因为你是金色的嘛，喜金华安会上数，我想好奇怪，大宝是你就6加5等于8，哇靠，这个数学比我还厉害6加5等于8，这个数学到底你是想超越诸式数学吗？华安，现在的宠物都这么聪明，6加5等于8。好，这个想超越诸式数学，好，我跟你说他野心非常的强大，好，我们诸式数学是没有任何的算式可通的，好，我只能说想超越诸式数学，我觉得可能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对，也就是说什么华文华武嘛，有机会，等一下，有机会，好不好？有机会。不行，我这干话讲下去，我可能连 hashtag 都不用看了。等一下，来，我们先快来看一下 hashtag， 然后接下来猪猪缩小到旁边，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档草空间的档期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来，我们菜单也先放一边，咱吼。钢琴坑几边哦，每次要切换成那个合口音，那个都要把肌肉记忆找回来一下。咱钢琴坑几边，好，咱的菜单嘛坑几边。咱今嘛来看，咱这改吼，那 hashtag 已经有过去吃我们的那个，这次非常非常台式的这些料理的大家的 hashtag， 谢谢你们，我先喝口水。来，感谢吼，首先是小天，阳光明媚，温度舒适的好时机，你们这样看得到吗？我看一下，好，应该是看得到吼。阳光明媚，温度舒适的好时机，去草空间尝试迪卡4周年料理，香菜拿铁，满满的香菜，充满视觉震撼。喝下去之后，抹茶的微苦，牛奶的滑顺吗？我是觉得喝下去还蛮咸的，不知道为什么。粉圆的 Q 弹，感觉灵魂深处得到了升华。花生、香菜，然后香芋圣代，就是没有皮的什么花生卷。对，很多人说就是缺了那个春卷皮啦。但是那时候跟草空间的老板在聊说要春卷皮的时候，他是有提出说担心冬季可能皮很容易干掉，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有帮我准备春卷皮哦，还是有。他们其实一开始在试料理的时候，他们是拿春卷皮，好老实哦，春卷皮形态的给 Eric 老师试吃。对，但是之后我想了一下，我还是希望我们就把那个皮拉掉，直接放到圣代里面。说真的，它的外观比较震撼。
真的让大家看得娘喂，这瞎回，真的。所以我觉得以视觉来讲，不如把皮拉掉，我们就震撼一点。对，但是那个味道真的很好吃。对，是不是大姐？哎，大姐有去吃吗？大姐应该没机会吃，因为大姐不是在高雄吗？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四季图的艾瑞克老师替猪猪准备的这个大型立牌吼。然后大型立牌的部分，目前我还没有任何的活动啦，因为之前就是那个什么西北裁切那一次，我觉得很麻烦大家，所以这次我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竞标的活动。对，我想说，有些人不见得家里有办法放那么大型的立牌，所以可能这个立牌结束之后，可能就看说谁有办法帮我带回去，然后之后的活动再拿出来。对，或者你们真的有意愿竞标吗？我觉得好像也还好，所以我就这次没有特别提出竞标的这个活动。对，然后忘记 take 的也没关系，你们可以在 DC 分享也没有关系。对，这算是一种拉皮去吃嘛，没空，我们只剩最后3天了。对，然后好，这个就是小天天我们拍的照片哦。OK， 草空间没有错，草空间的门口小小的在非常古色古香的大稻埕那边啦。这个欢迎大家也可以顺便去逛逛，因为要过年了，应该是年味非常的十足，年味很重的一个地方。我其实也托了这次的档期的关系，我第一次到大稻埕大稻埕好好逛哦，是我喜欢的地方。好了，接下来这位是我觉得应该是新朋友，或者是被之前库玛社长或者是我们的洛可阿嬷宣传到的其中一位观众吗？或者是我们这边的新面见。对，这次的档期真的也是很感谢阿嬷以及我们的社长非常勇敢的过去尝试，然后他们的那个吐槽影片超好笑，你知道吗？超级感谢他们。好，这位明神是不是？谢谢。来草空间尝试了迪卡的香菜天堂，没错，用词政治正确。一进去映入眼帘的是充满台味的周边，没错。我们的那个这次的募资台味周边，猪猪故意带过去，然后还尬了很多那个是什么？还尬了很多那个调味料啊，这个是一定要的哦，这是一定要的，这太重要了。然后我们这个猪肉毛毯啊，猪肉毛毯的部分，没想到就是在应该是今年初吧，我看到 7-Eleven 有出现类似的，也是那个猪肉纹路型的毛毯，就觉得我们这真的是超前部署真的这种商机先把它抓起来，知道没有？就很多东西会发现，台湾其实喜欢台湾味的东西的人不少，但是不得不说，在 B 圈喜欢这一味的人的确是偏少。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猪猪会坚持在 B 圈继续坚持。推广这一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理由，还是我自己的一个信念啦。对，就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很棒，希望大家可以多看看。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刚好我做出来了，然后配上这些非常怀旧、古色古香的这些台湾风的调味料，超级有感觉的。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哇，而且他还把猪猪的这位朋友应该有去 V Stage， 因为这个饭友的部分，我有看到其他非常香的 V 鹏鹏好朋友然后猪猪在中间的这个基本上是 V Stage 演唱会限定，好，但是之后有机会会通贩出现。总之，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去 V Stage 演唱会看到猪猪，太好了，谢谢。哇，果然呀，巴里，你看有 V Stage 演唱会，还有我们的白白，还有我们的通通，右边是我们的草草以及我们的小二好不好？真的是非常的专情，太棒了。然后这个依旧是草空间的门口然后香菜的味道十分浓厚，配上粉圆的口感，就像在吃什么？吃冷的肉圆皮吗？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形容挺有趣的，在吃冷的肉圆皮，这样子到底是好吃还不好吃啊？不知道做成温的效果如何。我觉得这一杯香菜不虽小拿铁，如果做成温的，一样应该也是好喝，只是它的味道会稍微变得比较温纯一点。我在想，但是我觉得不行，就是要让大家喝这种冰冰凉凉的，有一些迷幻的味道。然后甜点更是让人直接重温花生卷冰淇淋的滋味，就差一个饼皮而已，没有错。这个就是我
这次收到最多的回馈的部分，我就说没错，这个就是花生卷冰淇淋，而且一定要芋头口味。只是我们这次特别把春卷抽起来，圣代直接摆出来，比较赏心悦目，也比较惊悚啦，就这样子啦。然后接下来这位半熟蛋应该就是我们洛可的粉丝哦，我真的谢谢洛可这一档有帮我们宣传，对，然后很棒，他喝完之后直接倒地。我们先来看一下，来尝试了，没事。我真的没事，只是有一点失去了一点记忆而且整个失去了记忆的那个样子很棒，勇者，谢谢这位勇者。好啦，不开玩笑，说一下感想。香菜拿铁像是咬了一口香菜猪血糕，真的假的？有猪血糕的味道吗？配了一口牛奶，一起在嘴巴里咀嚼的感觉，也不是到不能接受。可以当做液态的猪血，不是？我觉得液态的猪血糕，液态的猪血糕的味道应该有一些是不一样，因为猪血糕还要再配上花生粉呢。说真的这一杯如果加上花生粉的话，大概猪血糕的味道就会散开来了。对，只是我们花生粉没有放在里面。对，然后至于香菜芋头圣代好吃，没错，果然像夜市的冰淇淋春卷哦。然后也感谢这位我们洛可的粉丝有特别帮助记录这个照片之外，好 OK， 失去记忆的当下应该有请不知道是店长还是他的朋友帮他记录一下这一刻谢谢你们。好，接下来紧接着是我们的阿嬷亲自品尝哦等一下我喝口水江江伊拉塞，太棒了，被满满的香菜包围，我只能说这一档期太好玩了这一档期真的很好玩。对不起了迪卡，我明明很爱香菜，但这真的太低了，这太傻小了迪卡。而且洛可很可爱耶，他还特别私信就是说猪对不起，我真的那个我是喜欢香菜的，但那个真的没办法，那个对不起。我说没事，因为我说我自己本人也是很喜欢香菜，但是我自己过去喝的时候，我喝了一口之后居然开始思考人生就这个味道实在是太迷幻了，我喝了一口我居然开始在思考些什么。对，就觉得哇靠，这个东西迷幻到真的觉得欢迎大家去尝试一下好不好。各位，我刚刚跟社长哭麻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呢，然后喝迪卡的这个合作饮料我其实是喜欢香菜的，虽然隔壁的那个社长哭麻穆里我想说我应该还可以，但是我也觉得我可以。评价之后我想说你说你觉得好喝吗？我觉得如果香菜被做成像辣椒喷雾差不多的东西你们知道他刚刚感想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想说哪有这么糟糕，然后我刚刚喝完的感想我一直在笑，我只是好也不是糟啦，就是很酷，很酷，没错，很迷幻，对，它比香菜很香菜太糟了，怎么可以这么香菜对你们各位一定要来喝，超级酷，超酷我看到阿嬷的反应真的是妈呀，要不要这么可爱？我天哪！谢谢阿嬷，谢谢阿嬷，真的是勇者阿嬷帮助就是拍了这个非常吐槽的宣传影片，谢谢。是有是库鲁酱的降落吗？谢谢库鲁酱的降落，你好库鲁酱，你喜欢香菜吗？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聊天室满满的香菜谢谢你，无利息大夫伊拉塞，工商融资，政府立案。等一下，对不起，我突然想到这个东西。然后艾坤，谢谢你的降落。然后手宝妖精，然后看一下少龙，然后这位是枫叶，然后这位是空白，然后 Yumi Miyu 几个 Miyu 桑，然后这位是 Naomi， 然后荣幸，可乐酱新年快乐，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跟猪猪一起思考人生。曲奇上下跑，以及猪神官不好吃，没有范本，相当我放如果有需要，我这边有那个
高清图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雪哥非常冲击。我们的大宝石直接一饮而尽啊！哈，好像有在大推，对我知道，所以我超感谢阿嬷的，而且他居然还去私讯和和跟阿明，我真的快笑死，你知道？他去私讯和和跟阿明说，你要不要去喝迪卡的香菜拿铁？哇靠，真是超挺的哎！对，迷幻，非常迷幻。然后周杰伦帅士，欢迎加入可乐酱，请问你敢吃香菜吗？突然觉得我们家泰座喝的时候面不改色。我跟你讲，为什么泰座级的都可以面不改色？是怎么了？我们泰座级的基本上都是香菜爱好者吧？对，直播画面飘起来都是香菜，没有错。这位是雪猫，你好，初见啊，我叫做迪卡。如果你们不排斥香菜，甚至觉得你们非常非常喜欢冲击性料理的话，请务必一定要把握我们这一档猪猪跟草空间的4周年合作巨献。我们目前我们阿嬷跟我们社长已经替猪猪去品尝了这一档的点心，然后他们对于香菜粉原部虽小拿铁给予非常非常热切的回应，我真的非常的欣慰。对，他们是非常热切的，很热切，不讨厌，很热切，对很热切，他们只是很热切，他们不讨厌，对然后至于这个花生的什么菜与你相遇圣代，目前大家就是一致好评，因为它就是真的是完全体现了就是以前古早味的这个香菜花生卷冰淇淋，而且冰淇淋一定要芋头口味的哦。欢迎大家就最后的3天档期都可以跟草空间预约起来哦，谢谢你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大家的 hashtag， 等一下哦，整理一下哦。谢谢你们大家，敢吃吗？那可乐酱。如果草空间离你不太远的话，也欢迎就是最后这几天可以去尝鲜一下，或者是酷乐奖的朋友们、观众们有兴趣的话，我们这个朱迪卡，我们这个4周年独家联名料理只剩最后3天，欢迎跟草空间预约起来咯。刚温刚下多大？像那个版权问题，不是拿出我问会看到底线吗？哦，用2者说哦，一切都要纯手工的哇靠，搓出来真的不容易耶！很好吃吗？谢谢春姐姐也喜欢这一档的东西的话，我会很开心。有点排斥没有关系，越是排斥越是要去吃，知道吗？在草空间哦，在台北的大稻埕。那目前我们看到我们洛可阿嬷这一趴，我们感谢洛可，谢谢洛可，谢谢你。接下来我们来看。社长完全没在跟你裸戏杀，我去了香菜地狱一趟，好不好？而且还露出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无奈表情。但是呢，他还是帮猪猪把我们这一档期的这个圣代，以及我们这个香菜拿铁，真的是拍得很漂亮。感谢社长，好不好？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对，而且我还是说社长今天要过去没通知一下，我请店长香菜加倍。而且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洛可阿妈那么回应，超好笑。因为我不晓得说洛可阿嬷会过去，我真的超感谢她的，所以我就回她说啊，不知道洛可要过去，不然我就叫店长香菜加到满出来，通兵快乐着。然后洛可就说，我从来没想过我对你的好感都会因为一杯饮料直接降到地狱。他的回应真的超级可爱的，超可爱。然后我就会说，亲爱的，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这边还有第2张招待券，洛可再去试一次，保证爱上，你知道吗？我这边真的还有招待券，对，我不要。而且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有把招待券再丢给他，然后马上就是括号逃走这样子，我就丢。我就私讯他，好，我就放这边，我丢，然后我就括号逃走，对，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我了。我真的超级谢谢洛可，他真的好可爱，知道吗？是，对，我相信他是喜爱的，只是还没到那个缘分，再去吃一次，大概就会掉了呀。好，对，掉好不好？哎呀，好怕吗？可乐酱不会啦。OK 的，而且这一档真的还蛮多勇者愿意过去尝鲜的。市长没有叫什么贝雅出来吐槽吗？那贝雅出来吐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吐槽法呢？然后朋友减1，怎么会呢？我们这个是台湾最美的花朵哎。好，然后接下来又是是我们猪农先生在2年前替猪猪什么新进的员工，好可爱，不是都好可爱哦，他们家的员工。好，谢谢猪农先生，谢谢。好，这个都是
之前的啦齁，比较算是之前的。然后这个也超好笑，这个是咸丰草那边就是一个烤乳猪齁，谢谢你们，谢谢。因为猪猪平常比较少有时间看大家的 hashtag， 但是一定会找时间一看再看。对，像现在我们真的累积了整整半年还1年的 hashtag， 现在才来看。对，但是呢，永远都不嫌晚，你各位，谢谢已经去尝鲜的你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其他的金华火腿的部分。我看一下，金华火腿部分比较少，应该还好，主要是我们香菜的这一档齁。谢谢，这个是猪猪的金米奖，我们这个75C 那天出纰漏的这位，谢谢，非常感谢金米奖的75C， 大家真的给予很棒的好评，我真的超开心的。OK， 这个是我们3D 要募资的时候，我们谢谢我们可爱的爱梦，真的也是很挺猪猪，好怀念哦！天哪，一转眼结束哦！天哪，真的结束了！天哪，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接下来猪猪的创作这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很像是三哥去委托的，对不对？是猪猪用3D 神官帽形象，然后做出的这个蝴蝶结，超级漂亮的。谢谢三哥的委托，超漂亮的！我真的没想到我的神官帽的造型原来做成蝴蝶结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超美，对不对？你各位超级漂亮。怎么没有朋友了？我还有朋友。然后米娅伊拉塞，欢迎来到猪猪频道。然后好，这个就是晨晨的手写字。然后建勋的画猪猪的这个3D 神官帽造型，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谢谢。我看这个，把注意的小糊糊的面线，甲鹅肉甲搭子的米血粿吼，上老力的大蛋一抹成功，谢谢，应该是我们3D showcase 的部分。对，好，那这个就是乌嘎嘎，这个真的是非常考古，这个是非常考古的奇可飞。好，谢谢你们，谢谢。在垂涎玉帝的部分，如果最近这3天大家还有去想要挑战这些非常勇者的这个组合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标起来，就会让猪猪看到，或者是来不及标，但是你们可以在 DC 分享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对，那个蝴蝶结真的非常非常漂亮超级好看。3D 帽和迪卡都好好看的，虽然晚了1周，但是谢谢科队长，谢谢你们，谢谢。最近也是收到还蛮多，就是大家可能当下没有办法去观赏，但是补档都给予我们很棒的鼓励或者是好评的一些 comment 一些回馈吗？谢谢你们，谢谢。对，时间永远不嫌晚，你们如果现在才有机会看也没关系，请务必告诉我们你们看的心得之类的吼。好，感谢。我们现在回到正中间，而且时间好快哦，3点44分了，兄弟。OK， 我觉得今天选择杂谈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因为今天真的完完全全想睡觉，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唱歌对，然后也谢谢今天库鲁酱以及我们困的降落，谢谢你们大家。我觉得果然还是聊天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太重要了啦，这种鬼扯的聊天时间。当下有跟着看，但后面没补完，超棒的吗？谢谢。就是猪猪的 round down 其实想了很久，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很无趣的，就是好，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基本上应该是很快就可以把它主持完了，所以我一直在想那些起承转合我到底要怎么玩。猪猪妹妹姐姐尽力了吗？怎么了吗？子妍姐姐怎么了？其实技术越好，把我拍得好美吗？的确啊，子妍姐姐不是一直都很美吗？真是超级美的。不知道是不是被猪猪带坏，总觉得歌回里面我哪有带坏你们家啊？歌回里面的杂谈我也只是想跟你们聊个10分钟啊，我每次都觉得说好，我这个大概再聊个10分钟就好了，但是为什么一回头大概已经过了1个小时半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杂谈就跟精神时光屋一样，它很奇怪，它总是来的
很顺很快，然后一留言的怎么时间就这样就被吃掉了，你知道吗？喂，福先生，一聊下班就是没跟到台吗？没关系，因为猪猪今天也是总算把大家的高阶会员回馈出去了，然后这个礼拜第一次开台，中间衔接的好棒吗？谢谢库鲁酱，我跟你们说，我很在意秀，表演跟表演中间的衔接，这个反而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细节，因为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3D 秀会带来的可能就是一些歌曲的表演，那歌曲跟歌曲中间的衔接是我最在意的细节，那个对我而言是一场秀很重要，但是可能比较多人会去忽略掉的地方，我是不知道怎么样啦，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像之前在日本交换学生在念书的时候，反而这些表演跟表演中间的细节是日本人他们会很 care 的一个点，那所以我把这些东西带回来之后，我发现我们在主秀也就是所谓的唱歌的表演，我们可以把它制作得很好，可是你要怎么把秀跟秀中间连接起来，其实那个是需要一点技巧的。对，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在秀跟秀中间，我会反复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去连接起来。我觉得它反而会有办法去完整一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秀，不要变成说今天大家来看这个秀呢，我就是来看这个歌唱表演好好看，那当然也是 OK。只是我希望就是秀跟秀中间如果有一些故事连接性的话，大家会对于我们的这场秀更加的有印象啦。对，不知道有啥活动吗？没关系啊 ，YF 先生来，我们现在最后的3天，就是我们这一档非常非常多勇者已经过去尝鲜的这个联名点心，在我们台北大稻埕的草空间，对，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草空间就有了。那目前去尝鲜的勇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我真的超级超级感谢的。对，那我看一下照片的部分还蛮多张的，我随便好。那这张好了，谢谢，就是过去尝鲜的勇者们，然后也帮猪猪拍下了，就是你们在尝鲜的当下，好不好？然后现场也有贩卖猪猪的3D 神官帽造型的立牌之外呢，草空间目前也是无限循环，就是可能猪猪的新专辑歌曲以及我们的3D 秀目前也在循环中了，我有加入就是给草空间的那个播放清单里面了齁，所以你们在这个空间除了会体验非常台味的这些味蕾之外，还有草空间的电视陪伴大家有无限循环的猪猪，对，无限循环的猪猪配信、猪猪 3D 以及猪猪的专辑歌曲，对，就最后的3天请大家好好的把握最后3天的机会，好不好？好。好，神官帽太难人，用那种凤冠代替应该可以吧？肯定可以的吧？子妍姐姐说可以就可以啦，绝对是可以的，对不对？然后连接的好棒吗？谢谢谢谢，我觉得点跟点的连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对，所以在点跟点中间，其实之前有提出一些可能比较难以制作的东西，那没有办法制作的状况下，我可能就再去多加去思考一些，就是可能在我们3D 秀有办法去支撑的那个成本下，我要怎么去把这个秀跟秀连接起来？对，所以最后反正起承转合想了很久很久，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那样子，我自己也觉得很强很好笑而且快打旋风真的是前一天临时增加了，真的就是前一天，对，我想破头了，我真的觉得还有什么好玩的梗，然后因为反正我们都已经有内定，就是 Double 老师要揍我要打我了，我觉得那不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快打旋风做出来？对，然后没想到就 YHL 老师就好我马上做，马上就做出来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临时就觉得可以加我们就加啊，没办法的话就代表那个可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高成本的东西，但是之后提出来的东西好险都是有办法临时加上去的。对，然后好多门道啊，只是负责什么战声吗？战声很棒啊，有战声也很棒，就去了那种半场的3D 秀，对，没错。所以，但是一转眼我们这一档其实也快要到尾声了，好快哦！点跟点的连接最成功的，我觉得还是
还是歌厅秀的系列吗？有感觉是想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其实歌厅秀系列真的点跟点的连接是很棒的，只是有些东西碍于成本，不然其实我原本提出的点跟点的连接呢，是很让工程师皱眉头的，就这个我想一下，迪卡这个可能没办法，迪卡这个很贵，所以就没办法的办法就是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自己看都觉得妈呀，好强哦，好强，好好笑我觉得 OK 啦，就是觉得以 3D 4周年的秀来看的话，我自己给自己大概打个87分啦，我觉得可以啦，就是好笑，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深刻的话，这样就好了。对，祝生娘娘配合演出这个，我也没想到真的是一个醒杯他就来了。对，真的真的是一个醒杯，我其实真的是我明天啊就要快点去还，就是我承诺祝生娘娘的，就是1个小时，然后很大声，明天我要去把它快点还掉，这样子。对，谢谢啦，谢谢大家的帮忙，在我们可能预算有限的状况下，还是成就了这个很强很台的 3D 秀。对，让大家期待下一次。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想做，可是真的是碍于预算。对，就像两位老师说的，如果真的有下一次的话，我们再看要怎么玩。但是前提是那个东西真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累加，真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累加的这个状况下，可能看缘分了。对，都被子妍姐姐招来负责副连结吗？等一下，副连结是还有很多碍于成本跟技术，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把那些钱烧到最极致。对，目前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3D 秀，就是钱烧到最极致，这样你是觉得已经算很不错了吗？真的吗？谢谢。当然好，可以再更好啦，因为那些预算是无上限的。对，那如果真的还有下次的话，我依旧会是最在意那个点跟点的那个连结，它是不是一场秀，那个很重要。对，因为秀跟表演是不一样的，表演的话你就唱一首歌就好啦，因为谁都会表演，但是有办法去完成一场秀，那个就是很吃表演跟表演中间的细节。对，所以这个是我想呈现的东西，我想呈现的东西是秀，不是只有表演，是所谓的这个秀。对，希望你们看到的是一个秀的感觉，并不是只有表演这样。然后会带重低音喇叭过去。长官是要带重低音喇叭过去哪里？对哦，你说娘娘那边吗？我觉得应该不好意思，而且我也没有重低音喇叭，但是我明天会跟庙方人员说明一下，就是不好意思，我有答应娘娘，我要给她听很大声，然后1个小时。对，那就对我必须要就是实现我的承诺，所以我明天会稍微也跟庙方解释一下，这样2倍已经要烧光。我跟你讲，他早就烧光了，对，他们每年都在燃烧，看来说多挖点石油。对，其实那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累加啦，那些东西其实你钱投的够多，我们就可以给你更下趴更精彩的秀。对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目前以现在来讲的话，我自己看就是最近看自己 3D 的回放就一直在傻笑，就觉得好强哦，好好笑哦。所以那个钢管与舞什么时候可以呈现？不然我跟你讲，那个也是资本主义的累加。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当初在跟闪月在谈的时候已经有谈到了，但是那个实现起来真的应该没有不行，但是果然还是资本主义的力量，你真的要砸大钱才有办法再去做一个更加下趴的可能有钢管的这个秀。这样妙方人员什么你是还愿还是放？你的还愿是放音乐，可以啊，可以啦。我的还愿就是放音乐，而且我也不是没放过啦，只是这次可能要放1个小时啊，所以对啦。但是答应娘娘的就是对，我们要好好的去把它兑现，对，就是要去好好的兑现，然后可能再过去土地公爷爷那边给他看一看吧。对啊，我觉得就是聊到神明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对啊，就是特别是你可能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在办这个活动很担心不晓得会不会有机会实现的时候，那些东西真的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助力耶。对啊，放完之后妙方说各
购买播放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说好，这个我给你我们那个制作人那个丢逼阿公的手机，请你联络他，谢谢。这时候案子进来了，大宝老师可以的话，希望可以谈到这里啦，希望好不好？真的是否关帝庙祝生娘娘的歌曲，真的对，放好放满呢，米娅。对啊，所以我也觉得做给祝生娘娘的歌曲应该算是蛮难得的啦，因为通常感觉要做给庙方的歌曲，可能是关帝爷啊、玄天上帝啊、玉皇大帝啊，这些可能怎么讲，事业做比较大的神明吗？还是怎么样？对，所以我其实仔细去搜寻要做给祝生娘娘的歌，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是全台第一位。我在想，对，然后可能也因此就是祝生娘娘就是每次过去就是不放过任何可以听的机会，超级可爱。对啊，不过总之可以做出来真是太好了，对，真的，那都是缘分啦。对，那总之祝生娘娘的这首歌，我们其实有抢先在去年的8月先出来，不过去年8月其实做得很赶哦，有很多细节其实是我们最后才慢慢把它弄出来，因为去年8月就是原本要 75C 嘛，但是因为 75C 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还是希望大家的声音可以混进去圆满这首歌，所以我想说好，不如我们换个口味，我们把祝生娘娘先放出来。但是在录祝生娘娘的时候其实也很赶，对，非常的赶，所以就是很赶的出来之后，那我们之后可能再把一些助声可以做补强的部分再去把它补强，不管是我的唱音还是我的发音，还是说混音部分，这我就不知道了。对，那总之最后大家听到的助声，那个可能我自己耳包也听不到，就是在混音部分有哪里不一样，但是那个就是目前像大家专辑上面听到的这个助声，就是我们觉得比较 OK 的助声。对，那 75C放出来之后，果不其然让大家很惊艳，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对，波赫 Kevin， 然后朱去问妙方第一时间应该会傻眼，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我觉得最后应该还是会回到拔杯的这一趴啦，也是没有关系，那就拔。对，这个就是最近在祝生娘娘这边求不到杯，但是问他要不要听，我觉得应该很快就可以求到显杯，应该啦。应该，对，我在想总之明后天我去兑现我的承诺即使没求到醒杯，我觉得也没关系啦。有时候就是可能神明不在，或者是几率问题，但是说到了就去做做了，然后不管有没有保到这个醒杯，他开不开心，至少我去做了，至少我去兑现这个承诺，然后也谢谢娘娘，真的一个杯就请来了，真的就几个醒杯的来超级感谢。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在3D实现了很多很强的一些预想之外，然后可能跟大宝老师的快打旋风也真的超强超好笑，还有跟娘娘与神同行，然后还有跟大宝一起算是另类的同台，还有就是在我们台上吃猪血糕什么的都很强我觉得但重点是我们让 3D 的整场秀不仅只在就是很单纯的停车场，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连接到我们去年 B-Stage 演唱会的那个停车场，所以一开始才带大家导览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称为高雄的亚湾区，我们从高雄车站出发，沿途一路绕到亚湾区，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在 B-Stage 演唱会揍你们的那个仓库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停车场，也就是我去年也是在那边邂逅的那个停车场。对当时知道说我们要在停车场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绕过去做个行车记录器的记录，就把整个高雄串起来。我的 3D 秀就是在高雄，我觉得就是这个起承转合也是想了很久很久的。对，请问祝生娘娘真的有这一回事吗？娘娘，对了，我超爱我不知道妙方会怎么问，但是万一妙方那边问不到这样就尴尬了，不是吗？那问不到就算了，但至少我觉得要还的快点要去还一还。对，喜欢逛高雄这一段，看了想去走走吗？我跟他们讲，其实我还有录那个左营那边的那个旧古城，还有那个龙虎塔那边也有录哦。对只是因为我录太多了，有些东西放不进去，所以我还是以亚湾区那边为主。毕竟我们 B-Stage 演唱会那边，可能大家有去参加的，对于那边的印象比较深刻。对，所以龙虎塔有机会的话，就看如果真的下次有更加下趴的3D 演出的话，我们再看看要怎么加进去。对，
这不是我们的最 end 的彩彩吗？把料理全部淡掉吗？你给我淡掉看看，你再给我淡掉，你继续被惩戒，你继续被惩戒。我跟你说，你以为你这个月毕业得了吗？我就看你下个月继续延毕。我跟你说，你再给我继续皮呀、哈！那有人皮到就破坏蛋糕吃，真的皮整整1年，然后还吃到芋泥蛋糕，到底怎么回事？超皮的，要不要这么皮？对，就是你这只彩彩，好不好？啊，熄掉空1分，我们时间来到了4点01分，我肚子好饿哦。对，我们可以继续吃瓜，而且我们刚刚有在讨论说我们的尾牙今年到底会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其实我也不知道。对，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的冒险者工会好像要结束营业了，对不对？其实工会会长在12月底1月初的时候有密猪猪说要不要再来驻唱一下。对，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这边太多业务，再加上晚上的配信最近太劳累，我就尽可能的不要让自己在晚上还有工作产生。对，因为我们担心我身体会垮掉，因为说真的去年度的忙碌的强度真的还蛮强的，所以我最近有开始比较刻意有早睡，所以晚上的一些联动或者是一些活动啦，甚至开会什么的就尽量推掉这样子。对，那我有跟会长讲说，不好意思，我可能晚上的部分可能最近不承接。对，但是他没有特别跟我讲说要熄灯的这件事情。对，我觉得那个也是他们的温柔，因为一旦说他们要熄灯了，那可能身为邀请嘉宾或者是邀请咪鹏鹏的我们可能会有心理压力，他可能担心我们会有压力，说好，那我参加一下好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总之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都是很温柔很和谐的在照顾着我们这群咪鹏鹏啦。对，那之后知道说原来他们要熄灯了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前阵子有在想说，我是不是在1月的尾牙，我们原本不是说要线上嘛？对，那是不是干脆跟会长邀一天来办线下的尾牙之类的？我有在想，对，但是我觉得时间已经有点太匆促了。第一，就不晓得说会长那边有没有时间安排，然后第二，我想了一下，因为会长那边可能要开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大概也可能要晚上的这个状况，我不知道我体力有没有办法负荷。对，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可能中部南部的朋友如果想参加的话，也会觉得很可惜吧，没有办法就是杀上去什么之类的，而且时间是真的有点赶所以就觉得好没关系，那我就默默收在心里面。对，大概这2天会再私讯一下会长，祝福说反正不管熄灯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然后希望未来会以不一样的形式见面，然后总之会就是留下一些祝福的话给他们啦。对，好皮啊，才就是一直都这么皮啊，是不是？对，因为房东的关系。对，那总之就是很谢谢之前让猪猪有这个机会出现在我们冒险者工会。对，那不得不说去年1整年真的也因为太忙，我这些东西很多也都不敢参加，你知道吗？真的不敢参加，我担心身体真的会垮掉。对，那最后其实我觉得留下了一个很棒很棒的回忆。对，我觉得虽然说可能结束掉了，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有新的开始。对，所以完全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我会觉得未来一定会用新的方式再见面吧。对，场地跟一些不可说明的原因，对，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可能不方便跟我们说，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一定也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多次的协商。所以我觉得就是祝福以及乐观的看待我们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一些缘分再次见面。我在想，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结束了其实反而是另外一个旅程的展开啊。对，搞不好就是之后会长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新的工会了。对啊，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啦，都期待着会用新的一个形式相见这样。老师礼拜6不见，对不对？像你们已经约好了是吗？好，
最后的3天，我们草空间的档期，对，而且刚好其实这一档草空间档期真的也是金米奖的其中一个奖品哦，真的被我延到了去年的年底，跟我们专辑数位版发行一起放出来。对，像想起来就觉得哦，还好有这样子安排，就很好笑啊，就各方面就觉得好台又好呛。对，然后还好身边的各位小帮手们都很相挺啊，都愿意这样子协助猪猪，就很多很多东西啦，对，音乐性的东西可能大宝老师扛着，台语的部分吴昕老师帮我扛着，然后像这些草空间的接洽，当下真的也真是忙到真的身体快垮掉了，但我尽量把我自己身体 hold 住，所以好险有四季图的阿欧，还有就是我们雨瑶的爸爸 Eric 老师直接就亲自帮我过去试吃，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抢布干嘛的，对，然后我们出货品又伊藤先生扛着，对，所以各方面真的很谢谢，就是各位大德啊，嘿，就是多方的好友的协助，还有最重要的面线们，我们的募资啊。多亏有你们啊！我自己现在都觉得这么台的一个风格，居然我现在觉得破100万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在经营这条路，其实在台币圈的台湾推广台语文化来讲，真的非常的小众哦，非常的小众。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真的谢谢你们。对啊，太感谢了，老师说我们有约吗？老师啊，不管有没有约，反正你已经注定12个月的那个会员回馈了，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啦吼。对，老师他说爱打球，彩彩可以当球。对，他哇，彩彩永远是当球的那一个。我听到那个福利熊，我当天真的可以看到这个10杯的盛况吗？我真的可以看到，如果有的话，请照给我看，我要看到10杯的盛况，好不好？如果真的有的话，请照给我啊！如果真的就是。如果真的会出人命的话，没关系，我们就量力而为，不要真的玩到出人命。但是如果真的有办法 hold 住10杯的那个盛况，拜托，请一定要照给我。我要放上，可能今年度如果又有什么金币奖的话，很像今年度应该已经有了。对我应该确定要做了。对，总之，我觉得有什么活动我就参加，我就跟你们一起闹，一起疯。对。反正就这些东西，有机会让我上一下企划书，我也开心呐，好不好？不确定吗？啊，我以为趴趴熊会特别从中部上去，好，没关系。我们要看学长喜好，我们学长那天心情好，就10杯；心情不好就20杯，是这样吗？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尽量把学长弄得生气一点，知道没有？啊，谢谢支持啦。对啊，就这一档居然有办法那么有完成这样，好好笑哦。其实啊，当初在试味道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上去试，是因为真的太忙，所以就交给 Eric 老师试味道。然后 Eric 老师很可爱，他就是试完之后说：“哦，好吃，好吃，应该没问题。”这样。然后其实我很难去想象不虽小拿铁的味道是什么，因为反而香芋圣代的味道大概就是我想象那个味道，真的就是很和谐的一个很复古的香菜卷冰淇淋的味道，对，完全不冲突。但是不虽小拿铁我很难想象它的味道，对，所以等到这个活动开始了之后呢，很多人就是去试了之后露出了很迷幻的一个回馈给我，我才觉得说到底是多迷幻。然后当我自己当下去吃的时候，我才我靠，这真的很迷幻。我不能说它难喝，但是它迷幻到真的让我开始思考人生。对，所以对我们剩最后3天，对，那也还好，这个香菜拿铁它够迷幻。如果它是一个很好喝的饮料，我觉得应该不会让大家燃起那么大的兴趣。你知道，台湾人就犯贱，你知道，这个东西越迷幻，越有很多人想要迫害他的朋友，残害他的朋友去喝，你知道。这个东西越奇怪，越可以引发台湾人就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效应，非常暖冬送暖的效应。我自己可以不喝，但是我一定要请我朋友喝这个东西，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喝，好不好？真太感谢我们草空间的店长，对，他应该有嗅到我们台湾人这个非常非常迷幻的商机，故意把这个配方调的就是非常的不予置评，你知道吗？其实这个配方如果再加一点鲜奶油，或者是它的甜度再高一点的话，可以把这个迷幻的味道改掉。
但是我们刻意把它弄成低糖，因为我们希望你们可以一组的这个完美组合，你就一口冰淇淋，它很甜腻，但是你再配上这个不睡小拿铁，它的甜度很低，可以做一个完美的调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不睡小拿铁它的奶度跟甜度够高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引起了一个这么迷幻的相爱相杀效应啊！你们知道吗？菜菜10杯好啊，菜菜不用吃午餐了，真的不用吃午餐，喝饱了，你知道吗？学长摄影，好，见证人哦，阿英师没有问题，我期待你们的影片，是不是去找2位老师工作？大家看太愉快。好，吴谦老师带着你的12月的高阶会员回馈，你开开心心的哈。吴谦老师拜拜。有人看的话，请这3老出手吗？好，提供赞助费用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有录影的话，或者拍照的话啦，如果那个不勉强，大家有时候杀红的眼哈，先杀再说，那个拍照什么的不重要哈。我也了解。什么被猪猪传来了啦？对，不能说它难喝。但也不能说非常的好喝，它就是非常迷幻。对，我们这个相爱相杀的效应，就是完美体现在这个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喝到。对，这台湾人的属性是如此，所以这个配方调的之好的，太棒了。最后3天，欢迎大家相爱相杀起来，谢谢。好啦，4点12分，我们来找一下下一位降落的地点，好不好？谢谢你们今天陪猪猪聊天。对，我今天还是很想睡觉，非常想，对，但是呢，好开心可以就是讲干话什么的，果然最棒了，最喜欢讲干话了。OK， 然后高阶会员的表单呢，朱迪卡在这2天也会赶紧出去，顺便询问一下我们的尾牙相爱相杀的回馈是否大佬愿意释出，让我们变成抽奖的商品，好不好？OK， 我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降落到哪里呢？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诺诺你怎么还在加班啊？我们去看我们这个可爱的诺诺，也是非常非常的勇哦。我们家的诺诺你很勇哦。这么快就要下播了吗？涛啊，不用担心，接下来我会努力的把我的开台时数开回来，对，但是开台的时间或许会变成说我常开台，但是开台时间缩短，我在想，对，因为接下来2026年还是很忙，不过我觉得加开台，但是开台时数如果不多的话，试着用这样的方向去调整的话，这样也不错。3色豆奶茶也不会太多，我不要3色豆奶茶，我真的不行，这个我不行啊！够多利吗？那个就跟葡萄干一样可怕，可以不要啊！我是卡列萨哇，我们去找我们的勇者之一的诺诺。哇，我们诺诺的外带杯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哦。诺诺姐姐来咯，姐姐很爱你哦。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ノノ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我们即将要降落过去我们的勇者之一的诺诺频道咯。不信米娅老师伊拉塞，没事，我们明天还会开台。明天没有意外的话，希望是很有精神饱满的唱歌咯，好不好？我不要3色豆奶茶，断りますよ，那个会死人。反正你们制裁不了我，那个会死人。真的不要，不行！我跟你讲，3色豆真的不行，它跟葡萄干一样可怕。不要玻璃罐头，大王，你不要再说了，太可怕了！你们真是太可怕了，我天哪！反正我觉得目前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棋可以让你们迫害我，我觉得啦，应该是没有啊。我怎么想都想不到，我只知道就是我们福利熊的那颗蛋糕真的没办法呢，我还是得要把那个凤梨什么香菜做上去呢，好可怕！3色豆奶茶那个是比香菜拿铁还要可怕的生化武器，太可怕了！我真的没想到，怎么那个迫害的卖场会迫害到我自己这边来？怎么可以这样子？太可怕了！我讲恐怖，加恐怖！好啦，我们要去找诺诺啊！诺诺他们都欺负